我想我今仔摆出镜啊。安尼哪会用诶？你已经答应青春的王教讲要去出境，哪会用无去？袂使，你爱去。我吼，哎呦，表妹，会使，还袂困哦？嘿，我想要留来陪表兄啦。要陪我？限免啦，免啊功夫啦。你有代志吼，做你去无闲要紧，啊，要阮表小妹陪我就好啊，吼。对啊，人我带表兄哦，佫有足侪话要讲的呢。你若无伫的，我嘛较无约束啊，吼。对啦。什么啊？我无伫的，恁较无约束。啊，那恁的意思，若讲叫我晚转来？啊对啊，你做你较晚转来要紧啊，迄有代志做你无闲，要紧啊，你外口过命嘛是可以啦。啊，好啦，那个伫遐咧拖紧去，好，你带你也袂赴啊。紧去，去啦。顺行，顺行。我看迄表妹衫公主，她亲像无欢喜的。无欢喜？无欢喜，袂啦，伊欢喜你个袂赴啊。表兄，那遐济免客气啦。不咯，表小妹，你毋是甲我讲吼，迄阿姨甲姨丈吼，都住这附近尔。我想讲吼，我足久无看到因仔咧，一开去吼，咱就来去看好无？好啊，听到人家看到你吼，一定最欢喜的。咱紧来去，好，行。无出问题，一定是惊我上早转来。玉华，枉费我的笑容才会疼惜。想袂到竟伫我的背后。唔对，玉华自从嫁我以后，一直真遵守妇道。敢讲迄个志明，真正是个表兄。我当一个查甫囝，哪会使胡白乱想，坏个解某囝？啊，来出真还要紧。唔对咧，我是袂放心。来，较紧张是同我讲。原来讲了，这个查某两个是表兄，看这个姓红的，一动心一动。我有办法。玉华，你这风景吼，佫开始真水吼。讲人前面讲，好啊，公主，这树林咱亲像捌来过的。都对咧吼，敢若呢面色的。哦。你去后家厝哦，甲我经过这个休息拿，所以才佫叫做休息坡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休息坡。确实伤水哈。你来正，无今日你的命。看较水，确实有水。玉华，那呢，咱就继续行。你咧看到我？我也是地仙，当然看你会到。你敢知影是安怎无都挖迄个查某死？我讲，你敢有讲？无唔对，因为迄个查甫的是一个回收。回收哪种？免管，你是毋是要找迄个查某报仇？我会用甲你斗相共。真是嘞。伊个红赛，你还要对这经过。只要你若甲我配合，你一定会当达成你的愿望。你知我的愿望？你只不过是想要找一个交代。迄个查某安怎得失你，我无想要知影。也毋过，我确实会当甲你斗相共。是，真多谢。我伫个家里等过来，不然我会投胎中心做。我听你，我甲你配合。真好，来啊！你即马是免紧张，已经有人在看，只要你要甲我好好配合，就会用的。
哎，玉华，你甲看卖，也会亲像较早共款，遐尔啊美丽，遐尔啊可爱。嘿，是安怎？你要叫迄个戆大夫咧？我，哎呀，我知影啦，这拢是我的唔对。当初我若是莫离开你，就袂有这个代志发生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今嘛我已经转来啊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好好疼惜你，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我早就知影你伫底后壁。我可劝你上好是死了这条心，马上离开这。玉华是我的，自以前就是我的咯。你若是搁唔走，唔通怪我对你无客气。你这个奸夫，我跟你拼命！你唔走心，你唔走心，你家己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哼！算叫恁从臭火心甲扣上去，我就叫恁付出代价。也真欢喜啦！哦，做第二无见面的啊，你看。我是做你天啊！长啊，行路无你走嘛，这边。哦，怎样？是我啦！哎呦，生在这了！哦，我推荐过来干嘛呢？我跟你做而已啦。我嘛做修理的先控制卖牙膏，这是大鸡啦，唔是咱灵魂是，安尼染的，就歹看啦。是你？无问题，规场好，咱二个见面啦。玉华，你甲伊有熟悉哦？对啊，表兄，我唔知你甲这师傅嘛熟悉呢，而且你哪是跟头哈？我。怎样？你阿袂领导，莫讲你是和尚。和尚？表兄你是和尚？係啦，我就一直吼想要甲你講，就攏找無機會吼，我就。我知影，你就是惊我笑你，所以拢唔敢讲对无？安尼，手艺比车嘛是和尚咯。啊，安尼你是伫倒一间寺庙出家？梁山寺啦。啊？唔是啊，灵魂寺啊。灵魂寺。听讲灵魂寺内面有一个道济禅师，人拢讲伊是外佛圣经，你敢知影哈？拄才敢无听到我叫伊抄世间。原来你就是圣经哦！不敢，和尚我就是迄个小祭典啦。啊，毋过阮灵魂寺内底啊，搁有一个圣经哦，伊就是光亮，也就是你的大表哥。歹势。师弟啊，咱师兄弟吼，自从识识以来哦，你讲到这句话哦，我感觉上高兴，上好听，上爽，心福，靠嘛福，我拢找无话哦，通去应你啦。圣经。对啦，既然你就是圣经，安尼表妹想要请你跳红色起舞。啊，这吼，这哇，恁红婿应该是无代志。和尚，我看你，啊，你，师弟，是不是阮表兄问什么代志？我甲你讲哦，阮表兄问所有代志哦，你拢甲我按来哦。无啦，你听我讲，你一定爱会哦，安尼真长寿，真富贵，啊，佫会福寿绵延。安尼我未讲，但我叫我咧做，你讲我没说，好啦，表兄，
哪会咧为难性情啊？人咧讲是好，毋是好，是好是骗袂过。佮再讲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哪会好勉强咧？对，玉华，你不愧是女中豪杰啦！咱之前我拄过面，我甲你讲的话，你都要谨记在心啊！啊，那呢，回心我就去甲你斗帮助一解。千万就爱记哈，人一时之气，得百年之身。恁翁婿如今已经伫咧厝，你赶紧转去吧。哎，大水水，是咪表妹婿公主吼，伊发生大代志，所以吼表妹赶紧转去。少龙，少龙这代志啊？阿干呢吼，咱个啰嗦啊，咱紧转来去吼。这个玉华，甲你一个转去就用的啦。啊，那咧，我先来转啊哈。对，玉华，我既然阮甲表妹上有代志哦发生啊，你想要帮我讲，为什么会转去？你讲你要创啥？这是人的家内事，你莫插啦！我正常就甲你讲过哈，你千万啊，袂用下山啊，袂用出事故啊！啊，你大家就讲袂听，啊，何来收尾？你讲袂听啊？对对对对，好家在吼，敢是随着无听你的话啦？若毋是这解出来吼，敢是随着那我当去拄着伊失去多年联络的表妹咧吼？啊？你捌听过一句啊？相见不如怀念。咱无你是你即摆是咧唱歌，什么香？我问你你即摆讲这话什么意思？啊？哦，对啦，你也无讲哦，这我无想到，你知影无？我若不是为着烦恼讲你这样做，敢无等于离婚时吼？啊，管你去外口哦，是毋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我敢若无着我性命有了出来找你哦。我知，孙啊，你上关心我，你上疼爱我，你上爱我，你所为我做拢是为我一切，对无吼？啊无安尼好啦，即马天嘛暗吼，我咧头前吼，请你食一顿粗饱。粗饱，唔知，毋过阮都有花，玉华的代志我会注意啦吼，非得吼人的代志你免管，你若愈管就愈麻烦，请。请。为你请。看敢是事实，遐尔关心因小妹，不如吼等下食饭食饱煞，我招敢是事实去找因表妹，安尼吼，敢是事实就会足欢喜的。哎，我愈来愈有智慧啊！少，你变安尼，现在，不讲出来钓石头，少龙，不讲圣经讲的是正经的，少龙出代志啊，少龙。干姐，趁吼大水出来，即摆吼啉烧酒，咱即摆吼赶紧去看下。嘿，玉清啊，你可是越来越有智慧哦。讲实在，我甲阮咧表小妹吼，迄感情就袂输甲亲兄妹共款哦。是讲吼，也是真是发生什么代志哦，我一一世人拢良心不安呐。所以讲吼，咱即摆吼来赶紧去看，啊看有啥物困难好斗相共的。啊，若无斗相共的时阵哦，咱至少吼用知发生什么代志。若是吼发生足大的代志时，咱吼就会使。我不是你的头啦，发生什么大代志？迄人讲表小妹哦，但是大富大贵，会有什么代志？哎，敢毋是阮表妹婿？安尼是啥？对啊，伊即摆吼应该伫咧厝里吼陪恁表妹发生代志才对啊。